这里是 HSK 标准课程第1集的课文阅读音频นี้เป็นเสียงอ่านบทเรียนหลักสูตรมาตรฐาน HSK โดยข้าพเจ้าปอเทพวงศ์第12课明天天气怎么样生词1天气2怎么样3太4热5冷6下雨7小姐8来9身体10爱11歇12水果13水课文1在路上昨天北京的天气怎么样？太热了。明天呢？明天天气怎么样？明天天气很好，不冷不热。课文2在健身房。今天会下雨吗？今天不会下雨。王小姐今天来吗？不会来，天气太冷了。第3课在病房。你身体怎么样？我身体不太好，天气太热了，不爱吃饭。你多吃些水果，多喝水。谢谢你，医生。